让你都知道。谢谢我的老婆，我老婆同学这是个大，不要你妈了，感谢拿去，谢谢拿去大哥，谢谢兄弟。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小心心莫及做起，小心心莫及做起，小心心莫及带的多的才带的看你哥哥做，小心心莫及带的多的才。家人东部的家人哥娃给压到的了，从嘛哥了个关注姐姐嘛姐看你哥哥做，家人东部的家人姐娃压到的了，这个家人姐娃压到的了，不要你妈了做，我人家三家一家俺家这家等家可了，这年和三家一起么子姐妈同的可了，家人姐娃的家人。这这个也到的了，我年和关注结果的看么那么得300亿，不要你妈了创意，家长东部得了，我俺去么子干嘛的？我们的帮一大哥最后50个的关注加油，拿去大哥个没钱大哥空那么上，我俺去一样看么那么3、2、1，帮一大哥粉丝动作去，两个粉丝动作去走路的帮一大哥了，粉丝动作去走路的卡住粉丝动作去，家长东部的你把3得了。不要你妈了，怎么家里个关注姐姐嘛接着去，店长的没钱用做个，你们拉下干部大哥点的关注兄弟们，帮康巴大哥点的关注康巴大哥，感谢远方大哥送来的来个35级的保时捷兄弟，我那人家给自己送的，不要你妈了，走，关注是好的兄弟呀，等加成，对，我们等加成兄弟们，感谢我们的帮一大哥，谢谢兄弟，帮一大哥你休息一下，大哥你休息一下，你一个人上多了的话不行兄弟们。不行兄弟，其他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大家一起团结下，团结。讲我个讲的话，找那黑猫多工，不要你妈了，从嘛的。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等加成，兄弟们等加成马上来了啊！你妈了，做小心些，热气球莫急加油呢！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小心些莫急热气球。我俺同一家找这个不要你妈了，做家人同胞的家人这个也到对了，我年和3级也就俺去这去加油呢。感谢车总兄弟，谢谢缘分大哥，我们的车总点点关注兄弟们，车总点点关注，帮车总大号再能不能200个人关注下，我们人家个关注接着的家人200了，车总大号这个我们的帮兄弟们，帮点点关注兄弟们，车总大号点点关注，车总大号点点关注兄弟们，大力。最后一把的加成，兄弟们，最后一把的加成，不要你妈了，做最后一把的加成，大哥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加成马上来了，兄弟们准备好，48个小星星嘛，这个什么跟的加成的，没得这个小星星，这一人一个小星星，开炮，小星星，左起兄弟们，小星星杀 ，OK。加成拿到了，兄弟们，加成拿到了。刚才把的多克没这个不，刚才把的跟我把咱妈的能这个最多克的结果了啊不，卡住了家。感谢缘分大哥兄弟，谢谢缘分大哥，那我们的啊，前能把个那跟着咱们的演员呢，缘分大哥的关注叫阿希们能把，你这个帮1、帮2、帮3呢，家人这个也到对了，我们人家个关注接着的卡住，我们人家个关注接着的家人同步呢，我们的帮一大哥最后150个人关注下，兄弟们，现在首次礼物翻倍，兄弟们，好，还没到，我还把着我的这个干嘛年的军他的那里来，快别你妈了走，军他在这里。说好的，等加成，对，等加成还没来，兄弟们，321的时候，日期就保时捷打一下，兄弟们，抖音以后讲的话不需要，私人飞机不需要，应该不需要，兄弟们，我们这边现在已经38000了，保时捷的日期就讲应，保时捷的日期就只打保时捷日期就，兄弟们，私人飞机抖音以后讲的话不需要，兄弟们，不用破费你们，3、2、1，日期就打，兄弟们。日期就保时捷现在打，现在是加成中，日期就保时捷打，兄弟们，感谢我的老婆，感谢我们的那就大哥兄弟，感谢我的小策，感谢我们的万哥，我那人家哥哥这里送的过去，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现在打，兄弟们，现在只打日期就保时捷，感谢我的保一大哥兄弟，再次送来的私人飞机，感谢那就大哥，感谢我们的送出，谢谢。哦呀，不要你妈了，这干嘛吃俺看了检查的啊！所有的大哥大姐说给你们，现在首次礼物翻倍，兄弟们，再往前上一点，等一下最后1分钟我们可以休息，不用上，兄弟们。现在首次翻倍的时候加油一点，兄弟们，首次翻倍的时候，不要你妈了，走！感谢大哥们的支持，谢谢大家干部大哥，我那人家哥可这里送了个就不要你妈了，走！感谢王哥，你妈了，这太晓得呀，就。来呀！
有没有奇迹出现？你妈的！感谢万哥。后来说那个就别你妈了，谢谢万哥，够了万哥够了，他妈接，别你妈了这妈接，讲点话有吗？别你妈了这有吗的，你妈了这有吗的？够了，我就一个一个的拉粉丝，兄弟们，一个一个的拉粉丝。别你妈了，做家人同胞对了，家人同胞粉丝动作就做啥子。千万大哥了，他狗三个，千万大哥了，没人家个关注节奏。家人同胞对了，没家个关注节奏。千万大哥了，没人家个关注节奏。多跟家人同胞，帮一大哥确认粉丝直接找子拉要阿天呢。哦呀，千万大哥了，点看粉丝身家找子拉东个，他让人家个关注节奏了，什么的，千万大哥了。天窗的俺这个欧洲加米大哥来了，欧洲加米大哥帮上没人家个关注节奏的，万哥没人家个关注节奏的，粉丝生动到做啥子什么能吧？没主动个，现在直播间里面有6000多个人，不是600个人，不是60个人，没主动的主要这个没主动的家人300点了，没人家个关注节奏的，万哥没人家什么能吧？没人家个3、2、1，点关注，兄弟们，万哥点关注。那去大哥，家人1万点了，没家的俺这个关注节奏，家的俺这个扛把汉子看到要的没得，家人俺娃缘分大哥拉住点了，没家的俺这个关注节奏什么能吧？拉住，前能把个跟着们的烟鬼没有呢？缘分大哥人这娃做去的，家人俺娃点了，我也点上的，你们拉家卡不大哥，帮6人个帮六。别你妈了，这粉丝主动人那个没家的3千个关注节奏的，拉家干不大哥没家的3千个关注节奏的，什么能吧？拉家干不大哥帮6，家人只把点了没家他把个关注节奏的这个，这去鬼嘛的没家么？是鬼嘛的什么能吧？没家是鬼的，没家是80个人关注家也兄弟们。哎，关注这么大的，别你妈了，这关注这么大的，普拉人家个这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别你妈了，这你们拉家干不大哥，没等起么子鬼嘛的啊？电厂的没菜用错了，没家个关注节奏，家人只把点了，没菜用错，没家个关注节奏的什么能吧？羊皮2手车没家个关注节奏，菩提心大哥点关注，跟三部点关注。江大那些点关注，小车点关注，兄弟们，他老婆认的呢，这才是别你妈了说，这些点关注，888点关注，无灯点关注，兄弟们，家人捐啊把接住把接灯把接接，我也这个不用这个家人接灯个嘞，第一到点了，没三千个关注结果都卡住，没三千个，你妈了就卡住。首先我们的榜一今天晚上拉了700多个粉丝。帮俺拉了600多个粉丝，欧洲加米大哥没加些个么子鬼嘛的没加些，就只差80个人关注叫万哥，家人300，加油，没加些什么那么家人300点了没加些个关注节奏，家人1万点了没加些个关注节奏，缘分大哥50个人关注叫50个人，缘分大哥没加着这个，你们拉家干部大哥30个人关注叫。家人只把你们拉家干部没30个关注节奏都没30个粉丝主动来2个。别你妈了，做个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看着，喊你哥做，别你妈了，做看着，各种人吧，我去各种人吧，对，所有的大哥大姐们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看着，别你妈了，做要求，比他还好玩，可以给我点关注哈，谢谢。来，起来就起来。你不会让我跟你表白吧？不用。太好了，吓我一跳。我说你给我冒犯一下就可以了，知道不？你说。温柔一点说啊，感觉生气的那种不要说啊。不要用藏语哈，我听不懂。肯定用藏语，我的粉丝都是藏族人呀。我听不懂啊。听不懂没事呀，你做惩罚呀。那么你粉丝听不懂普通话吗？我粉丝听不懂普通话的多得很。你说。过去往后退一点，手不要靠在那里。话筒拿过来。刚吃八点，该要俺叫给梦写入而且。刚吃八点。该有
给予俺去给么写入些，没去给了没写了估计。你假装不知道，真的是。不是，我真听不懂。俺去发誓俺拿去给么给么写入这楼写写入如 blue 嘛的入， blue，不是 blue。你好好说嘛！你在说法语吗？本猪萨绿刚吃八丁，刚去巴丁给予给予俺去。马去那么写入，嫣然，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当我的爱人？滚！你妈了就好好做惩罚，过去。你妈了个总！啊！刚出八丁，刚去巴丁，俺去那么写入些，拿去那么写那么久，那么写了嘛写了嘛，不是写了嘛写了嘛，写了么久？你不会说吗？你妈了个钟！不是马了个钟。其他你不会做惩罚，其他你不会做惩罚，过去。拿两个东西，重重的东西，手里拿过来，跳口卡伊，站起来跳口卡伊，你不会说的话，烦死了，真的是。不是给我放音乐。两个手，左边拿一个，右边拿一个。5斤啊，最少5斤啊，一个东西最少5斤的东西。这个可重了。你想个办法。哎呦，这个好重啊！假装跳酷卡伊放音乐，空间大一点的地方去，嘴巴里面说刚出8点爱你，知道不你？对你妈了操！你妈了个冲！这话惩罚你才把这个就对你妈了。欢迎把暗号再关注出去。放过去。嘴巴里面说。刚吃巴的，我爱你。说。刚吃巴的，我爱你。继续说。疯了吗你疯了吗？真的是，我爱死你了！我不爱你啊，真的我不愿意啊，我有那么多我好想把你放平到地上，踩踏蹂躏啊！你放屁！我把你摁到地上，我狠狠的踩你！我爱死你了！俺可就那地没了，还搞的拉狗脸吧？拉过来吧，你妈了个钟！你拉狗脸吧？还不你妈了操！拉狗脸吧？你进没了就你进没了，你进不了，走吧，去走吧。你走吧，去走吧，拉狗脸吧，你就那个人走吧。你妈了，你妈了个钟！俺去干嘛的？你看穷的不的？去是给看着的，你去阿里怎么整还搞的？哈了口气。
热狗轮把没真。妈了个冲肯定！我金矿破些某些轮把这些这些不免个工的有连眼球下场。轮把了个周笨猪。妈了个笨猪球 ，Let's go！ 你又开始骂人！你这次不是说骂了，你骂这里呢缺了吗？我圆筒不是刚才给我翻译的那个大哥呢？都他们问喊嘛，咱们个别你妈了。听风哥，你给我翻译一下，听风哥。我跟你妈妈说，第一个你没有实力，第二个你没有才艺，第三个你腿上面没有肉呀，都是骨头呀，有什么好用呀？真的。所以就是热狗两把俺瞧了么够。你好意思说我？哎，我肉少，至少我有，你有吗？别说什么小小鸟了，你马上你都消失了。我这个，你这有什么用？我手比你的腿，我的手粗一点。你为什么你的老婆都说你只能牵牵他们的手，因为你不行。因为我不行的话，50个老婆能找得到吗？0。50个老婆就生了2个。不告诉你，就只有2个给你生了。我不告诉你，那2个也不一定是你的。热狗两把就看。热狗了这。你妈了，这个大哥。你妈了个钟。这啥？这什么的？这个还过？呀是个。天嘛，开车嘛。你发电机坏了！你发电机坏了！开车嘛，下大嘛，开车嘛，开车了，开车了！啊嘛，让我这个这开车的，那个这个这个咕噜上就咕噜，咕噜地，咕噜地，咕噜地，哦是。叫爸爸，你日干下叫爸爸干什么给他连眼？那2个肯定不是你的。就早把看了。你哥哥和你嫂子的也不是你的。都不是你的。干了死了过来的。那叫一马人子来的。那个这个就让干了。那叫子马人。老子数到3。你给老子爬。滚儿去。你妈了走。你妈了个钟。对，你中了。你没有中。对，你中了，你早就中了，我知道。你没有中。你那么帮上50个人关注下，帮上王哥，帮1个帮2帮3帮4。没有给叶然点关注的哥姐们点关注哈，没有给我亮灯牌，谢谢大家。啊，听风哥他开始骂我了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他刚才说的什么意思啊？听风哥。什么意思？我说的不用王哥，我给你翻译呀。你说。你赢了的话可以翻译呀。你没有实力，你不用听呀。没有实力的话，我压根不想赢你，给你上票的都是你那52个媳妇儿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？只有2个媳妇，其他都是我的大哥。真的，你不相信我给你截屏给你发。只有2个媳妇，2个老婆，其他都是我的大哥呀。哦，你大哥是这么想的，都是好兄弟，有福同享。支持我呢，你知道不？因为他想跟你有福同享。对，因为我这个钢制把的老婆多的很，这个可怜的很，这个人品好的很，那么多老婆养来养去，那么对好，所以就这个钢制把的人品好的很，所以就支持我呀。不是，他是在想，钢制板凳是一只小鸟，他都有那么多老婆，反正他有那么多老婆，他也没有用啊。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好兄弟没有用呀。好兄弟的话，有福同享。什么福同享？有福同享。福同享什么意思？有福同享的意思就是就是你不行，但是我很行。你喜欢同性恋那种？我是带你家大哥说，你这大哥心想，他不
不行，我很行。你应该大哥会想，反正他也用不上，还不如我来。钱多了，真的是。我每个老婆的船上面有个监控，知道不？你好变态呀、你还安监控监视你那些老婆？你好变态！你怎么你自己不行，你还监视人家？你还安监控？我是一个老婆，随时都手机里面连在手机里面监控按了。你好变态呀、你病！你好变态！你好病！不是你50多个老婆，你只有2个老婆给你生孩子，你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吗？他们真心想真心我，所以生了。你可以去查一查，到底是不是你的？真的，我作为你的朋友，不用查，你跟我们的中介，你不要吵走，zero 嘛，瞎逛嘛，不要吵走嘛，别吵走这个。你妈了，天天你想吵走，我知道，我这个刚出发的人不会变的，变不来。我们我亲爱的那些老婆和嘎鲁在一起好好共事时候，你中间吵走，发誓，吵走就不是你自己想一想，港赤，你52个老婆，只有2个老婆能给你生孩子，那证明什么呢？是你的原因还是他们的原因？爸爸妈妈，你不用那么问清楚呀。什么？你的爸爸妈妈？你是我的爸爸妈妈，你是我的妹妹吗？什么？你是我的老婆吗？什么？你问那么多清楚干嘛？翻脸了，变脸了。你不用问那么多。嫣然，接人不揭短哦。接人不揭短，对。好了，港赤，既然你心中都了然了，你心中都知道是什么原因了，我很同情你。今日不揭短。对，今日不揭短，你给我吵走就得今日不揭短走来的兄弟们。对，好像是。你没事找是今日不揭短，真的。哎，你老婆来了，你老婆生气了，你老婆说不要再挑拨离间我们了。不好意思哈，兄弟，那个姐妹们，我说的不是你们，姐妹们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姐妹们，我什么都没说。姐妹们，你老婆来我直播间了。啊？姐妹们，我说的不是你们哈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啥都不知道，我说的也不是你们，真的。你老婆来我直播间了，生气了，吃醋了。几号老婆？我怎么知道几号？好像是38号那个，好像是对38号。看你声音，真的。哎，他凭什么？竹哥，你能不能？哎，直播间的哥哥们，你们是男人，我不太懂。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52个老婆？你管你什么？真的是，管什么嘛？38号老婆过去了，说对兄弟，38号老婆昨天他给我打电话了，他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了，过几天又去成都做个检查说了。我说最近我忙得很，我们两个7月份可以去说了。他说7月份天气太热了，怎么办？老公说了，我说的要不然我们两个等一会儿9月份年底可以去说了。他说好的，老公你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说了，好的说了。她怀孕啦？有可能了，38个那个，38号。怀孕了不赶紧带她去检查一下？她现在痛的不厉害说了，就一点点，这边背后和头那些一点痛说了。你有方便的话跟我一起去成都检查一下说了。我说现在我有点忙，我们两个7月份去说。他说7月份太热了，我不想去，我们两个9月份去可以吗？说了，我说可以说了。你最好是查 DNA，
7月份不方便，可以查呀，长途是等会儿长的线。7月份不方便，最好9月份去。现在才1个多月，怕什么？要不你查一查吧，港赤，我作为你的好朋友，为你好。7月份不方便，最好9月份去。我不知道你跟我做个好朋友吗？还是你给我做个女朋友？我不知道你到底目的想什么，我现在真的是分不清楚。因为你受的伤害太多了，我不想再让你受一次伤害。我没有伤害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如果这51个老婆全部一起跑走了的话，我都无所谓，是会爱上你。好，兄弟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兄弟，真的，好兄弟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能拿得起、放得下、看得开的。人就是越放松越长命百岁，不会放松，天天生气，生来生去，生来生去。风俗不是汉族观念，是的，竹哥，当地的风俗哈，我有时候真的无法想象。这样吧，就是回头你挑一个，就确定是你真正的孩子的，我可以送他一个礼物。但是确定好了，一定是你的亲生孩子啊，别人的我不送啊。我送他一件礼物。你送什么？长命锁，纯金的。可以。它叫绝把灯针。但是别人的我不送，你先检查检查，挑一个真的是你的。可以，可以医院里面去，可以做个体检。可以。你现在就是说，你认为你觉得有可能是你的，大概有几个？感谢朱哥。有可能是我的，大概有16个。不会到最后这16个一个都不是吧？这8号的那个选手。他的肚子现在就是这样。这不是节目效果。这不是节目效果。我看看那个肚子。唉，这真不是节目效果呀。这是真的。确定那个是100%是这个是。这个是确定是我的。你放在你脸旁边，我比较比较，我看看。把你和你的脸放在一起，和你的脸，你还是去查查吧。你还是去查一查吧。不用查，这个我放心。这个我感觉你还是去查一查吧。这个确定是我的。这个100%的，你去查查。这个也是确定是我的。不用查。他怎么就那么确定呢？真的，确定的有8个。你查过了没？确定的有8个，你先听一下，100%是我的有16个。不要那么有自信，真的。男人听我的，自信，男人最好去查一下。男人没有自信不会成功的，男人必须需要自信，自信有的话质量有，质量有的时候质观有，质观有的时候质变、质大、质香、质肉都有。没有自信的话什么都没有。质观、自信、质变、质量、质大那些你知道吗？真的。我就怕你自信到最后，你养的不是你自己的孩子，给别人养。这个100%的不是。那是什么样子的时候？所以我给你，你给我不要插嘴，不要插嘴。是。又戳到痛处了，不要去怀疑。这是我第一个老婆，第一个老婆，真的。哎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很旺夫。真的，第一个老婆是这个。哎呀，真好。第一个老婆，从他开始1号、2号、3号、4号，他是1号嘛？因为
他现在在我哥哥的手里。在你哥哥的手里是什么意思？我哥哥在一起。你哥哥有几个？只有他。就是你嫂子嘛。对。我跟你说了嘛，你妈东主的老婆是他。现在，以前第一次我找过来的这个，我外面去的时候，我长得帅嘛，我哥哥鼻子有点大，真的说实话，女人那些有点不喜欢嘛。妈妈，这个老婆带他家里带过来的时候，你们东主已经习惯了，他喜欢了。太乱了。什么乱了？干净的很呀。好，兄弟，我有点恍惚了，几点播的？到了是吧？你听我说，兄弟之间有福同享，这个有福同享、有妻同享很正常。如果我是个男的话，我肯定愿意跟你做兄弟，但是我是一个女孩子，对，而且我是一个汉族的女孩，我不愿意跟别的女人一起分享我的爱，所以咱俩之间这辈子没有可能了。什么没有可能？什么гару的关系吗？因为你也不愿意为了我放弃你那52个老婆，我也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共享一夫，所以咱俩之间没可能。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两个不可能在这感情不会在一起的是吧？我们可以做兄弟。可以呀。可以呀。没问题。没问题，兄弟一起玩。敬一杯兄弟。兄弟，干一杯。干一杯。好的兄弟，真的。有好玩的叫上我。好的兄弟，好的。从今天开始我心目当中里面是一笑是我的耿直巴的一个好兄弟。兄弟。真的。Let's go. Let's go. Yes. Let's. 这样以后有这种好玩的，或者是有漂亮的，你分享给我，然后我也可以一起共享。我不能想，我家的哥哥姐姐们也可以一起欣赏美丽的事物嘛，赏心悦目。如果以后我们两个兄弟碰在一起喝茶，喝完了茶，喝酒，喝完了酒，你也醉了，我也醉了，我心里面有点想切撒菜的那种想出来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坚持？应该不会坚持不到。那时候你兄弟我一定不会笑话你的，因为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你怎么飞也飞，飞也飞不高。作为兄弟我一定不会笑话你，一定不会鄙视你，一定不会就是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。消化好的很呀，吃饭吃完了以后一点都不痛呀，消化特别好呀。我一定不会跟第3个人说这个秘密的，真的兄弟。相信我。就只有我们两个一起去喝酒，这样的话你不会接刹车吗？接刹车是什么？刹车，每个人心里有个刹车，上次我给你告诉了你呀。刹车？对。不用刹车，因为你根本上不了高速。上不了高速，提速都提不了，发动机都坏了，还谈什么刹车呀？别！太小看我了。你怎么又生气了，兄弟？你太小看我了吧！我那天坏了的话，我是一个那么会看着我吗？真的是你脑子进水了，真的。
现在你脑子不行啊，真的不行。他们不都说了，看重你的才华，看重你对他们好，给他们买礼物、买东西，他也没说看重你别的呀。好，他 OK 了，他今天晚上不做了。怎么了，兄弟？千万不要自卑，作为好兄弟，我这辈子都挺你，我永远不会鄙视你的，因为好兄弟怎么样我都不嫌弃你。你永远会听我的话。不是听你的话，我永远不会把你的秘密告诉第三个人，替你保守秘密。你不会告诉第三个人？对，替你保守秘密。这个也特别好。这个好呀，这个好呀，真的好。这个好是不是？对。我这个兄弟怎么样？义气吗？对，义气，加油那种。对，肯定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儿，这个秘密，你放心。我不说，就是你不说我不说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没有第三个人知。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半知心知什么？就是再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你乱七八糟的话，那些我的话讲给别人，别人的话讲给我，那样你不喜欢意思吗？就是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对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对，我也那些嘴巴多多的那种，我不喜欢，男人女人也就是，怎么能让他们知道你这件秘密呢？不可以，知道的人越多越不好，不好。我保守秘密。你是什么保守秘密？就是说你以后跟我说的所有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对，我的嘴很严的。那今天晚上我很多妹妹在直播里面没有说，你方便的话，明天下午我给你打电话说，可以吗？说什么？我的妹妹。你的秘密我不是都知道了吗？还有很多秘密你不知道呀。不是最重要的那个我知道了就行。最重要的秘密，其他的我不想知道。最重要的秘密我根本就没有说过你呀。我知道啊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我没说过你，你怎么知道呀？不是，我已经悟到了。不是，我最重要的秘密，我心里想的有一个，这个不说的话，我心里不高兴。这个说完了以后，就心里放松的那种要死。这个话，我明天给你打电话说，可以吗？天哪，家人们，我太同情他了。原来不光发动机的问题，他有别的问题。对。